屏东九如有一个60岁查甫人，伊去步岸边咧运动，不过却是去互3只龙洞狗攻击，是规分尸全伤。官府讲，外口的狗仔是唔通乌白饲，唔通甲白扫啊，会防认定是主人。若是害人着伤，就爱来打责任。救护车沿步岸边一直驶，总算到民众倒落的所在。初步高伤了后，赶紧甲人送医。一日透早查甫人运动的时阵，经过苏清园公园挖近保护的方向，去互3只龙洞犬围攻。3只拢无放，第一只挖就位下体落啊，拖来挖拢一直唔放，其他2只来啊，就撕扯这样子啊。对，4只3个迄种咬痕啊。查甫人互龙洞犬攻击，拖将近20分才有人发现。送医了后，规身躯焦土，有真侪开放性的伤口。查甫人讲攻击伊的狗仔敢若有人饲，因为当地是伊固定运动的路线，有看过其中一只狗仔有生狗链啊。生殖器的地方，然后有个伤口，而且生殖器有些外露的情况啊，这个是比较麻烦危险的。现在抓了又当地野放啊，用脚棍嘛，当地野放，但是野放以后一段时间脚棍会掉。附近居民嘛讲，当地龙洞犬数量未少，常常出现热人的情形，公煞嘛真头疼。介济野狗吼，有几只老就这。7、8只可能走袂去。公所呼吁民众发现野狗规定，都爱赶紧通知。台湾动物紧急救援小组是提醒民众，有当时龙洞犬较会占地盘，规定出现的时阵，莫甲狗仔相像。不要跟它呢有眼神的对峙，然后呢尽量放慢动作，慢慢的通过，或如果可以的话绕行通过。如果真的不行的话呢，就稍微降低、放慢、停止动作。中华现场确实有龙洞犬伫遮，县政府嘛讲，若是有饲养龙洞犬甲白扫的行为，都会互人认定是饲主。若是本身饲养的狗仔家人，安尼就爱负相关责任。县政府原来会甲掠走，甲查核清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